一般人所知嘅客家莊，大部分都係台灣嘅西片。其實第三個另外一片，沒有千多早年味道生活，翻山越嶺來到後山開墾嘅客家人，順藤成套台九線嘅華東中國客，花蓮鳳林嘅客家人特別重視教育，係高莊嘅故鄉。死亡面積當發嘅玉里係最大單一米嘅生殖期。東台谷場嘅婦里有一個融合移民文化嘅稱頭移民族。再向南偏下，台東嘅池上、關山、鹿野，咪係台灣重要嘅糧食倉庫。華東中國最南邊嘅卑南，係啲惡地當行所開闢嘅黃梨、佛果嘅福地。台灣東邊嘅客家人，大部分係對新竹苗栗地區曬過去嘅。800年來，佢哋穿過中國開水圳、闢良田，用最皮嘅泥發展出台九線東方獨特嘅客家人文景觀。喺個唔係慢慢嘅行，你就會發現台九線東方嘅客家莊頭，慢慢就充滿原汁原味嘅移民意象。